乡亲啊，回头过来看中南部，落大雨再加上地冻，嘉义竹崎乡166县道73公里的所在，有土石跌落来，无法度通行。县政府派人去抢通道路。阿里山森林铁路的樟脑寮路段，因为土石松软，影响到铁轨路无稳固。这个火车是暂时来停驶，至少要4天才会当修理好势。 山水一直冲，代替人员用行的检查铁轨路。阿里山森林铁路22公里的所在，樟脑寮路段，差不多拢予土石甲长期的树尾砍掉咧。顶面阁有为山顶连落来大细粒石头，铁轨路拢刷有严。巡山员穿护满，家己工程帽啊，冒险入去，强要看无本来深铁的外形啊。 山顶的积水，沿这石头棚一直流，这个漳皮的模样，互工程人员真伤脑筋。阿里山森林铁路本线家己到本期湖，因为安尼停驶4天，也毋过其他支线是正常营运。就要到一台小轿车平大的石头就落伫路面，大雨加上透早的地冻，或者竹崎乡166县道73公里的所在，有袂少石头连落来，天一日光，县政府就派怪手去清理。整个土石流的相关应变。 我们已经进入到3级开设的 SOP 的程序各单位都必须要派员进驻。专员改变，就是希望乎灾害影响降到最近。